嗱，各位觀眾、各位網友，我同大家宣佈兩個消息。第一個消息就係我依家要落去食飯啦。而第二個消息就係咧，嗱認真嘅，第二個消息就係咧，我嗰個舊嘅正式頻道，我舊嗰個正頻道咧，總之我嗰邊好撚長嘅頻道咧，已經刪咗皮啦。所以今次嚟講咧，我再次你知啦，打不死噶嘛。今次嚟講咧，我再開個新 channel， 跟住奮鬥過由零開始。今日 channel 呢個名咧就易記啲嘅，叫論盡天下大家咧請多支持我嘅新頻道論盡天下。嗱，講明先啦，如果我論盡天下嘅頻道咧，我一日咧未做好實體直播嘅話咧，我一日都會用呢個論盡天下嘅頻道咧做直播嘅。所以咧，如果想睇我樣嘅話咧，想睇我呢個靚仔樣嘅話咧，就嗱唔該你訂閱呢個論盡天下新頻道，同埋嚟講咧，你都係多支持論盡天下頻道，睇多啲，訂閱多啲。如果儲夠數目嘅話咧，我可以重見天日㗎啦，可以用呢個論盡天下新頻道咧嚟做呢個實體直播㗎啦。好，多謝支持。